大家好，今次帶你睇地盤，為大家介紹嘅新盤係屬於盈海項目嘅2期盈海星灣。喺現場所見，項目仍然興建中。項目位於馬鞍山烏溪沙路8號，由恒基、新世界、培新合作發展，提供超過860幾個單位，總共4座物業，主打1房至到4房間隔。項目位處於比較清靜嘅位置，鄰近2條村莊，分別係渡頭灣村同埋長徑村。而喺物業嘅對面可以見到有個沙灘，所以大部分嘅單位都可以享有海景。至於配套設施方面，喺項目嘅鄰近就有一條單車徑，可以供居民休閒玩樂。喺交通方面，居民可以選擇去返銀湖天峰對出嘅巴士總站，選搭唔同嘅巴士路線。另外喺項目幾分鐘步程之內就有港鐵烏溪沙站，交通亦都尚算方便。而家我哋就聽下附近居民有啲咩睇法。買嘢你會去邊度買？超市都有嘅。即係購物都尚算方便。係都好方便。交通嗰啲會唔會話唔係？都好方便啦，呢度有馬鐵。揀其他交通工具都有嘅，就近嗰啲需要咯。有啲咩巴士咯，都係通常40X 啊，咁都好方便。出去荃灣轉車都好方便嘅。空氣嗰啲環境質素點樣？OK 啊，非常之好。新市鎮咯，唔係呢個。如果近期啲嘅係銀湖天峰都入咗貨幾年啫嘛。但係呢度空氣環境嗰啲係 OK 㗎。OK 有2個海灣，一個渡頭灣，一個就係嗰個海星灣。但係咁如果購物嗰啲會唔會話唔方便㗎嘛？暫時嚟講，呢度商場就應該會有嘅。一般我哋就會去下低新港城中心嗰邊啦。係，但係點樣去法咧？好方便咁樣搭馬鐵或者呢個 van 仔都會有。但係其他交通工具會唔會話可以去到其他地方？有，上邊銀湖天峰已經有個車站啦，出九龍都有。出九龍嘅。嚇，甚至我哋搭馬鐵都 OK 嘅。景啊，幾好啊，係啊。空氣清新咯，暫時嚟講，係咯。購物嗰啲會唔會唔方便？購物就唔方便，嗰個配套都未夠咯，同埋嗰個巴士都係少啲啦。最後就同大家睇多次盈海星灣附近嘅環境。今次星島帶你睇地盤就嚟到呢度，遲啲再為大家介紹唔同嘅新盤啦，拜拜。